第一站的观众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恒宇，我是李师姐，我们是，你是伴奏君吗？我们是罗恒宇和李师姐。今天我们的录制的现场也是我们的爱尔平方，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个超重量级的嘉宾，齐天大圣于潇洒。大家好，我是 B 站 UP 主于潇洒你今天来到了爱尔平方的现场，来采访两位导演。我准备了这么厚的一张纸的尖锐问题来向你们提问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叫做 BBQ。BBQ 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烧烤，不是烧烤的意思，而是哔哩哔哩 question， 就是一个提问与回答的一个环节嘛，就聊天嘛。国庆2周年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重点。我们俩也去了嘛，我们俩也说了嘛，我们公司对吧？大家众所周知的，就是公布了这两个作品。对呀，还会是金，是不是？原创这个，对，第一部原创应该是月份吧？对，先看这个正文，先不着主题哈。只要不要催更，什么都好说。不要互相伤害，不要互相伤害，都是被催更的人，对啊。大家都懂的，对。被你们一催，我反而不想干了呢。你要说催更，很好玩的就是你的观众催你的更，你是属于一个中间状态。像我们做动画，我们属于 CP 方，你属于 UP 主，对吧？你刚好就处在一个你是尤其是你的国动漫像这个节目的话，你是看完某一个作品过后，然后再以这个为基础去创作，相当于二创嘛。对，这是 B 站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。二创 UP 主，就是这种创作，既有特色又有内涵。所以说，你到底把自己看成一个创作者，还是一个评论家，还是一个？你怎么定义你们 UP 主的这个身份？你自己的话，我自己的话，其实怎么说呢？我觉得 UP 主他是怎么样呢？就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小时候很多孩子一起坐在一个椅子上，然后围着看电视，然后 UP 主呢就是中间的那个孩子王，就特别喜欢说话，影响一下大家的，然后觉得不好看怎么样，觉得好看怎么样，然后其中有一些孩子呢就会比较容易受到孩子王的影响。但是说到拍戏圈，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要轮到圣神来问我们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有一个特有的网络动画时代嘛，对不对？石冷是最早的那一批嘛。然后呢，就是有很多观众就有这么一种感觉，他觉得就是石冷火了之后，很多国产的搞笑动画都有着一种石冷的味道，觉得石冷开了一个坏头。你们对这个想法，对这个的看法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对不起大家。下一个。这个一般般尖锐吧？一般般尖锐。其实我觉得大概是因为不要说话了，跪下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改，好吧？在家吗？还是咋？对。我并不觉得石冷开了一个坏头。早期的时候，因为石冷确实是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嘛，让大家发现，那么多的创作人满腔热血，但是没有地方挥洒自己的青春。突然之间发现，石冷啪开了个口，可以在网上去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从石冷开始到现在，你看国创2周年，公布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，然后还有很多别的朋友还有以前小伙伴们，他们都还在各地做自己很多优秀的作品，都还会冒出来。我觉得这都是好的方面。然后很多搞笑和石冷比较一样呢。我觉得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话题也有点像，它石冷相当于是有点变成了这个搞笑这个里面的孩子王啊。那是不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去模仿？我们甚至于看到过一些比较拙劣的那种模仿，但是也有很好的。那为什么石冷1、石冷2做火了之后又不做石冷3了呢？我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理由，告诉你，你一下就理解了。因为我们公司当时就那么点人，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去扩招我们也没有，就只能2选1。
3选1啊。当时我就是跟所有的我们的作家啊，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做，我说来大家停一下手上活，跟你们商量个事儿，3部片子只能选1部做哪个？石冷第3季，师兄第2季和这个镇魂街选一个，然后他们说呀。应该是这么这样，没错过啊！听起来感兴趣，然后漫画也觉得画很棒哦，都喜新厌旧嘛。然后从他们的专业技能上来讲，有挑战嘛，对不对？有打斗的什么的，很有挑战啊！就这么讲，好，我就这样去跟这个别人回复的。对。那他镇魂街他第1季的那个打斗，大部分都是3D 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提打斗呢？我真是。这张是谁呀？这话了，在你这个上面吗？不在的不要。好尖锐呀！这会儿给你看彩蛋还好吗？剧情问题更尖锐，剧情问题，就是说，很多原作粉丝，就是镇魂街的原作粉丝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？就是说你们的创作思路是怎样的，才把它的第1季，就是说它魔改了这么多呢？第1季的剧情和漫画的那个原作的剧情有这么大的差别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我其实觉得还挺好看的。是，那就可以了。而且我记得很清楚，当中有一个细节是说，我们明确的知道这里缺乏一个支点，缺乏一个爆点的事件，或者说一个对他们人生当中影响很重要的人物。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在他心里留了非常重的东西，他才能最后他那个性格养成就非常成立。我就在漫画里咵往后翻，最后翻到小柔那一块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角色放过来就完美了。然后当我们想出来就是谁死掉了、什么名字啊、互换啊这些的，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许晨打电话。太兴奋了，就跟他讲太兴奋了，能不能是？许晨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一开始觉得有点意思。你再说一下，然后听一下，也有点意思，也可以，你好像改点多，不过好像也蛮有意思。但他也有点被吓着，他也觉得超级有意思，但是他也被吓着了，说你这个改动太恐怖了。他马上就翻回去说，他看看小兰后面他没有安排，他就，然后当时我们就电话沟通了1晚上。镇魂街的第2季，会不会像第1季那样有骚操作，有大幅度的魔改？会不会？骚还是挺骚的。但我不知道算不算魔改啊？这个算魔吗？品如的衣服那么骚吗？没有了。那个，第1季都已经改成那个样子，你第2季你不改的话，你肯定接不住啊。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动画化和改编是2码事，其实我们还是在做改编动画，不是在做动画化。动画化你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漫画把它动起来就好了。对。但是反正这一次的话，但第2季的话有那个嘛，有许晨，他会在剧情上更多的去一起去讨论。他估计也觉得说，我操，这么改挺有意思的嘛，我也试一试。我把原作、本作、本神拉入坑一起来，就没有问题了。一起魔改，对让别人喷无可喷。他这个魔改的是不是不能说太多了？不能说更多了，这可具体一点。反正是北洛师门篇了，北洛师门篇，然后依然和第1季一样，就是漫画里面的主线故事情节呢没有动过，对，但是还有很多背后的故事、动机，丰富了一点，对，也是以丰富的程度。其实观众有时候，肯定是需要惊喜的。但是如果观众说我想要什么的话，你绝对不能直接给他。对，观众他不一定是真的知道他想要什么。对呀，就像是说我要回娘家，其实你不去拉他吗？你还是要去拉他，对吧？你就只需要就是然后慢慢的把门关上，可以玩去了，好吗？PS4，好吗？这可以玩了，就把门关上就好了。拜拜，再见，不送。这样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等一下这机器关了要挨打了。对呀。趁着机器还在，再仓皇一会儿，趁着机器还开护身符。在外面给足面子嘛。有些事情关起门来再说，对，回家再说。就是我们从 B 站的它的那个汉化日记的 PV 来看的话，它好像和石冷的题材有点重复，就是比较搞笑傻屌的类型。那么就是说和石冷比起来，它其实是有哪些不同？其实当时特别好玩，是因为石冷它翻剧的时候，它有很多收入是来自于广告。但是我就自己在家说，那这个每集还得重新想梗、想广告，好麻烦。我就想了一个套路，
我说那我每集这一集就专门讲你这个广告了，行不行？广告就是正片，广告就是正片的一个高级定制这样的一个故事套路，那就想的是什么呢？当时想的真的是娘化就说一个宅男，把一个他突然间获得了一个能力，就能把他所有看得到的物品就变成一个小姐姐，然后就过不了审了。没有了。当时只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有这么一个策划，就是说，这样的话，我每集一个小姐姐，每集一个产品，你要打什么广告，我就是你管你是这个时光机了，还是说这个咖啡了，还是手机了，还是小电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来了，我就给你设计成一个小姐姐，就给你通过好玩的这个故事情节，把你广告也打了，我们也讲了一个很好的项目，一个动漫形象，就是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嘛，然后后来因为很忙，这个想法只是一直在那搁着了，说了一个了不得的想法。那我们就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，那就把那个计划拿出来，改成汉化日记。所以当这个所有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都会觉得说汉化是指的故事，翻译组的故事，汉化组的。但其实是讲的是你身边的所有的物品变成一个小哥哥陪伴你的故事，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一点。对，就是去表述现在的生活嘛。因为石冷其实感觉是恶搞原著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石冷恶搞元素，恶搞经典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们恶搞的是生活本身。对，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当代生活我们有一个概念嘛，就万物皆可汗，万物皆可汗，就什么都是汉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沙发，你可以去考虑说，如果他是一个人，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？就我和他之间是什么样的，还蛮好玩的。就观众可以一起来玩的，甚至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说，你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汉化变成人了之后，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也欢迎给我们来点点子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之后可以直接征集点子，然后用到了，最后还给你挂个名字这样的。给钱，直接可以给钱。算参与编剧了。如果剧本好的话，真的我们可以就是参与。对，第一季可能来不及了，但是我真的特别期望说第二季。对，要是第一季火了，还可以自负盈亏呢。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对啊，植入广告，然后有了资金成本。对。然后在我们自己再加上。热心观众，就把这个成本给用出去，真的是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但广告就是正片，对啊，对，我是，如果能这么考就太好了，想想未来，口水，对。从我个人的角度吧，我觉得可能汉化日记的那个搞笑的那个方式，比石冷更大众一点，更容易接受一点。恶搞全体智慧的结晶嘛。它那个恶搞的成分没那么多，而且笑点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一点，会比较好理解。就是我就算没看过他的，因为你石冷其实你是要看过他的那个原作，你才会觉得有非常好笑。你如果没看过的话，可能在玩梗的时候有点云里雾里。但是汉化日记是基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，没有人会没有日常生活。大家都有日常生活，这个是我们很注意的。我们一直在写剧本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特殊的文化原因嘛，导致其实大家的生活状态都比较一样。经常接触到的这个面呢都是比较宅的，然后经常想出来的一些笑话都是基于一些宅文化的。对，这个是我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极度注意。我说要注意，它是一个社畜，对，他可能追剧，但都不一定真的是在追这个日剧，他可能追的是韩剧。对，就是我们给这个角色的一个设定。我们希望让他能够让更多的人接触，然后只是说用我们很就是熟悉的方式去表现出来。其实像那个电影《石冷1》《石冷2》对比起来，你也会感觉不一样。《石冷1》有个宣传语，不是说40岁以上的人请在青少年带领下进观看嘛？那我们其实《石冷2》的时候加了一些老歌梗啊什么的，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社畜的东西在了。我们就想说，看汉化就再把门槛降低一点，能让更多人去看懂它。你看的那几集有没有你真的把你逗笑的不行的最乐的一个？有蛮多，但是会漏梗。最喜欢是哪集？我现在还是最喜欢蟑螂的那集，因为那集的节奏特别的好，而且笑点也特别的戳。能戳动然后那个就减肥的那一集的那个拟人化，我觉得特别的形象。减肥，这个应该能说吧？就体重秤。对，体重秤它的那个拟人的那个人，特别的，符合体重秤的
人设，好难受啊！这个怎么说？又不能讲，又不能梗，就是我们就是留一点料，对留一点料到你看你哪一期更新这个视频，差不多月份更新。我看那个汉化的月上线。对，唯一的一个我要的两个担心，就是一是《汉化日记》这个东西，就这个名字可能会劝退很多人，二是它的第一集就是说不够后面看的那2集有趣，差的有点远，就是第一集不那么有趣。你们到时上线的时候可以第1集、第2集一起上。哎呀，你就是想一口气多看点儿呗。我在为观众谋福利。哎，那我也为观众谋一个福利。那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们。上线是不是可以更一期？我们在这里互相伤害，然后那边编辑好开心，修料了。这是国创啊的哪一口好吗？他们到时剪辑的时候，不仅要把我们这话留下，还打大大的字幕放在上面，对，作为证据。对，真的是。我们只是说也许，好吧？我们只是说也许。图什么？哎呦，好苦。汉化日记，它会影响《镇魂街2》的进度吗？哦，这是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。这个我可以说是没有的，因为其实镇魂街中间停了一段时间。对，镇魂街就因为一些，也不能说不可描述，这个大家观众其实听起来也觉得说白了就是资金问题嘛。对，穷，就是因为穷，因为我们也说了嘛，就是我们又不是要求员工，对吧？这个事情我们人家本家有问题，那我们干着急也没有用，但是我们产能在那里放着，我们还是得做事情，所以说就还是得把。那就先把汉化弄出来。那你看现在镇魂街来了，我们那也就开始在做前期，开始做中期。对，我在汉化里面还看到了曹彦斌客串。是的。就不止曹彦斌客串，回头 APP 那集就是会有一个我们依然会玩梗，但我这回玩梗玩的有点丧心病狂，自己玩自己的梗。就是耳机那一集，我就自己玩自己的梗。对吧？好，那下一个话题不能再聊了。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或者说喜欢的国产动画呢？红小豆，对，我也喜欢，去年我最喜欢的。就红小豆，哎，作为一个从业者，真的红小豆要气死我了。就妈的不是说不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关键真的做的好省钱呐，就好简单就。这么就能这么好看吗？我们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片子，就费那么劲干什么？怀疑人生了，怀疑人生，就是人家简简单单就做到了4元不千金。你做嘛，绿小豆。这太红小豆真的是让我看到的一个特别喜欢他那种又萌，然后又贱，完了后他其实他的笑属于搞笑的而且他的笑点很好玩。对，就比较他那个其实也属于贴近生活的。他是通过甜品的视角看人类。对，其实也蛮有意思的，对，蛮有意思的。就那个，而且就是成本。主要是羡慕人家可以成本。他很天才啊，他能想到一个用这样的方式去做。而且他们是刚毕业的。对。他们刚毕业的第一部动画片。我是很喜欢他们的那种配音。他们配音都自己配的。对呀，就是那种天然的感觉，就很好玩啊，把呢说成了什么的，很可爱呀。他们第2季本来后来换了一个话筒。然后那个红小豆的声音就感觉和第1季不像，紧急换回去。还有这种事情。就是的，就这种天然。这个很天然，这个很棒。他们第2季的话筒比第1季的好多了。是吧？但是还是效果不对了。感觉就不对了。最近我真的是就是白蛇啊，电影一样。然后看完你的视频，我也觉得真的是说出了我想说的话。就所以说你其实也不爱思考人了。是啊，对啊，长得漂亮就行了，要那么多思考干什么？说出来好爽。哪里？说一说嘛，过个嘴瘾还不行吗？这是。行，那我的问题就问完了。老爷生前是个体面人，大家吐口痰再走吧。就是痰是有助于让那个坟前的鲜花再茂盛一点，还是怎样？就这么恨卢老爷吗？他说的应该是卢少爷对吧？那就明白了，大家这么讨厌卢少爷，那证明我们的角色塑造很成功嘛，对吧？大家对他恨之入骨，再吐口痰，呸，然后再走。那个姓卢的人渣还没更新吗？卢可能没有办法再更新了。镇魂街更新第2季，家祭无望告乃翁，吐不吐痰呢？
灵魂梗有没有？灵魂梗。要不要吐痰呢？头次见这么理直气壮承认跳票的。是啊，怎么了呢？跳了。点蜡烛就知道是开玩笑的，但是我们真心实意的希望老卢能遇到人生的骨折点，而且是多次。哎，你们打印这个评论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把他们的这个名字艾特出来嘛？真的是，我是觉得我跟你有同样的期待哦。看了这么多观众来信，很感动啊，谢谢。我爸是个神仙，我妈是个妖怪，所以我被选中成为了守护3界的普通人。我租下了土地公公的房子，开始了和各种神仙妖怪一起的普通生活。欢迎回家。仙力和妖力完美的抵消了哟。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好歹把设定听完再跑吧。已为你拨通妈妈，因为你是神妖之子呢。怎么是你啊？你将会看到更多的东西，幻化成人。我到这里来是想见识一下，传说中被选中守护3界平衡的那个人。老夫要斩草除根。姐姐，老娘是不会跟你们玩这个游戏的。你已签下了契约，反悔的话是要被雷劈的哟。手下不仁了。谢谢福德大人给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努力。大学的时候有外地过来的学生，然后我们一起上来，然后我们是坐在位置上面的，然后我就把我坐在位置上，我还把那个栏杆抱得很好。他说你干嘛呢？你又没站着。我说我劝你抱好一点。本地人的经验。对啊，后来一个急刹，他从后排直接飞到前排去了。从后排直接飞到前排去了。二当时跑全压不住我。他第一次跑出来，不是，我能再玩一次吗？我说这么快，玩吧，他又玩一次。然后我就第一次看到他那样，他声音很响才，我能听到他声音从那个声音。哇！然后第二回就。